樣嘢94蚊，大家話抵唔抵咧？呢間寶藏小店除咗牛腩好食之外，竟然仲有超好食嘅炭燒豬頸肉。呢嚿豬頸肉真係目前喺廣州為止我食過最好食。話個叉燒都係現做啊！係啊。好冇得拖，今日帶大家去海珠食一間社區嘅牛腩麵店啊！聽講佢哋呢間店入邊有好好食嘅叉燒。Let's go！ 你哋點估到響一個咁樣嘅地方入邊有一間咁深藏不露嘅餐廳？到步。我執烤豬嘢。哇！老細親自自己磨喎。係啊。攞個爆炒牛坑呢個豬腸飯。爆炒豬腸飯。然之後攞個豬油撈粗。攞個單人飯嘅叉燒。好 OK。好，唔該晒。咩叫真正嘅社區飯堂？係真係響啲社區樓下邊噶。話個叉燒都係現做啊！係啊，我以為整會耐啲，會耐啲噶，大概要幾耐啊？20零分鐘。得，冇問題。哇，真係成個廚房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啊！終於上啦，豬油撈粗啊！大家睇下啲色水，真係立令啊！豬油香味係夠嘅，而且咧個麵入口之後咧，嗰啲蛋香味都係好足好濃嘅，而且超級打牙，但係都係建議你加少少豉油。咁成個麵就夠晒精華啦！食得辣椒醬嘅朋友咧，呢度就係老細屋企自己調製嘅，睇下入邊係好濃嘅嗰種海鮮味。加咗海鮮味辣醬嘅豬油撈粗，呢碗麵 MVP 啊！招牌牛坑腩爆炒豬腸粉，你食先啦！哇，佢爆炒完啲牛腩之後啊，佢係超級入味，佢炒完嗰種鑊氣味，而且牛腩佢事先煲得超級腍，睇到嘛？你冇睇佢咁硬淨，哇！入口之後就鬆軟啊！豬腸粉真係爆炒完之後，老闆娘可能加咗啲辣椒醬，成碟粉係香口滑溜。係啊，我本來就係想特登嚟想試你哋嘅叉燒啊！我哋叉燒係點講咧？同炳勝同款，因為我個同事係以前喺炳勝做嘅。炳勝同款。其實係應該講係佢嗰隻黑叉燒，炳勝嗰隻叉燒係我同事舊同事啦。呢個就係老細即點即做嘅豬頸肉，因為今日個叉燒賣晒咗，但係佢哋嘅豬頸肉聽講都係好出名。睇到啲紋路嘛，每一嚿嘅外皮焦香，入邊鬆化，係甘甜嘅豬肉味。老細推介嘅佢哋屋企嘅牛雜湯，入邊成碗湯都料幾足啊！牛膀啊、牛腸啊，哇！成碗湯一上嚟嘅嗰種牛骨嗰種香味，你要今年嘅冬天暖粒粒整翻碗實冇錯。今日呢間店咧，不管係從食材嘅準備啦、出品啦，定係附近啲街坊味啦，呢間店都算係可以俾你一種十分驚喜嘅感覺。呢次真冇甩拖啦，下次再會。